香港電腦業協會主辦，深水埗老場夏日電腦節今日起1連8日正式舉行，包括高登、黃金、新高登同埋高登新翼嘅4個老場商戶均會推出多項產品優惠，同時大會亦都每日推出限量300件嘅特選優惠，當中包括以29蚊發售嘅 Philips 揚聲器，以港幣1899發售嘅 Gigabyte 手提電腦，同埋以港幣599蚊發售嘅 BenQ 19寸 LCD Mon， 吸引到唔少市民排隊選購。其中喺現場所見，早上未夠11點，就已經大約有100人排隊等候購買限量產品。而以港幣29蚊發售嘅 Philips 揚聲器，更於開始派籌之後嘅10分鐘就已經全部售罄。整體而言，今年嘅老場電腦節主要仍然係以手提電腦、顯示器或者打印機最為吸引市民，而且當中有唔少品牌嘅手提電腦均提供數百蚊嘅折扣優惠。而顯示器方面，主要以19寸同埋22寸規格較為吸引，而喺價格方面，價格最抵嘅19寸 LCD Mon 均以港幣699蚊發售，而22寸 LCD Mon 則以999蚊發售。人流方面，雖然喺早上同埋中午嘅時段人流唔算太多，但係預期喺較後嘅時間人流將會陸續增加。據大會表示，預期今年嘅人流將會較往年增加2成左右。而生意額方面，有商戶則表示希望可以增加4成。